止损篇。好，请问有乜嘅爱挨服务嘅冇？一，请问亚附近呢还有哪啲嘅观光景点呢？请同挨手机。请问导览时间要几久诶？三，做得请同挨到翕一张相冇？四，我吃到人唔爽快，请问附近呢有医院也系诊所冇？五，我老亲戚朋友行山咧，叫我用架伞咯。六，我嘅同事打唔见咧，我用架伞咯。七，我饮到东西我送去哪位咯？好，嘅问题系我同上面一，亚附近呢唔但请有国父纪念馆同台北101，还有西西南村，做得去行行了了。二，伫10点钟会有天使导览，做得伫几片适合。导览嘅时间差唔多要60分钟，欢迎参加。三，冇问题，请唔到去几位，看你下镜头哦。四，吃到样诶，请唔放心，我已经喊救护车来，请唔等一下。服务台嘅工作人员做得广播，请你嘅亲戚朋友。六，请到服务台登记，那系有人请到唔嘅东西，同时送到服务台，或者个同点七，请送到服务台，同时由服务台报关。我了解咧，按子说，神梦光临，祝福旅程快乐哦。